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是我们嘅欢迎收看4月28号中嘉台南电新闻。有关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的委外工程弊案，上午市府公布由台湾联下日本设计团队提下首奖，同时取得优先的签约权。到时位于台湾历史博物馆对面的30公顷基地，就来设有6个球场，提供各种的棒球比赛，也将争取成为日本、韩国积分的春训基地，带动台南成为棒球城市的国际知名度。所有参与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国际竞赛设计作品甲模型，都来公开展示。市府上午嘛正式公布开闭结果。评审员表示，5个团队各有特色甲各项，会当胜出，真正需要伫基地2个体做到完整的规划。那5个团队呢，都各有它的特色，有他们的构想。那我们在看过大家的这种。他的个人的团队的简报之后呢，针对几个方向做了非常彻底的讨论，包括球场的方位，那跟邻近环境的影响，包括声音，比赛时候的声音，光线，还有方向，还有整个球场的这种是不是能够跟我们台南市的文化能够有所搭配，在这方面做了充分的意见的讨论。会中市长赖清德嘛以颁发予5组参与竞标的团队奖状，以及20万到60万不等的奖金。而首奖则由刘培生建筑师事务所结合日本的设计团队，摕到优先的签约权。根据设计团队简报，这个是3档后渴望诞生的国际级训练中心，都来争取各种国际性的比赛，嘛希望成为日本甲韩国职棒一军的春训基地，嘛互棒球市场甚至打造棒球城市的梦想甲证件，去向前迈向一大步。让台南成为台湾道道地地的棒球城市啊！那不仅仅让台南市的棒球能够振衰起弊重回过去历史上的光荣，也可以协助台湾棒球运动进一步的发展跟国际竞争那另外一点就是站在市长推动市政的立场，因为我一直认为就现有的资源去推广市政是可以事半功倍的。那棒球就是台南市的一个资源，如果我们盖了一个国际级的棒球训练中心，然后借这个国际级的棒球训练中心去推广棒球运动，里面呢不只是让自己比赛，也欢迎国外的球队来这边移地训练，甚至举办国际级的棒球比赛，那台南市的能见度一定会增加。市府表示，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总经费大约12亿，设计规划费8000万。今仔日完成建造以后，如果一切顺利，上紧明年地当动工，预计108年底完工。等新闻官及郭国义采访报道。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日前提出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不过因为内容是针对国民政府维权时期的历史来进行真相调查甲和解，
就强化原住民作为历史观点，所以议员古木哈久就号召原住民团体来到火车头的电线杆当上抗议，呼吁未来执政党要重视这个议题。由民进党所提案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内容背景是国民政府迁台了后，到解除动员戡乱这段时期。啊，毋过煞排除了以原住民的角度，伫咧400多年前地成功来台的时阵，太真济原住民抢走原住民的土地甲文化这段历史，因此原民团体呼吁将要上台的民进党政府爱重视，并呼吁成立原住民族转型正义委员会。我们不需要假的侦调会，我们不需要你告诉我们说，我们去调查历史，还给你们真相之后，道歉就没事了。我们要的是道歉之后，真相揭开之后，这个国家中华民国政府，你要怎么跟我们道歉？你要还给我们主权。所以我在呼吁，最重要的，不管是原住民促进转型条例还是委员会，我们都要实质权利。我们要跟中华民国政府让他们知道，请将我们的主权，请将我们的尊严还给我们。原住民族转型正义行动联盟呼吁，原住民族才是台湾真正的主人，要求未来执政党爱兴互伊应该爱有的主权甲尊严，这才是全面的转型正义。台湾新闻张国忠采访报道。今年国际蓝灯虽然顶个月21号就已经结束，不过因为这摆传出侪负面的声音，包括有假货掺伫内底，迄个是用塑胶绳啊作为欣赏区的围篱，所以议员蔡淑慧上午伫经发局的工作报告嘛一并提出检讨。第3月12号到21号举办的台湾国际蓝灯，今年已经迈入第12天。甲以往无同的所在是这摆首次采用公开招标，由厂商外包办理。不过因为电场的缺失，造成不少负面的声音。议员蔡淑慧经批评，根本是欺骗购票立场的民众。局长，这个东西你要去想办法，不是因为经费少。你今年突破来一个公开招标，然后招标的人非专业人士来举办一个国际兰花展，融入成败由我们台南市政府来承担，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国际兰花展是代表台南市呢，不是代表这个承办人呢？伊用咱这个兰花展来做伊个人的经验。然后你跟我说是因为农委会一年比一年经费的减少，所以不得不如此做。局长，这种说法我不能接受。我想这一次的一个蓝展我可以这样总结啦。我虽不满意但是我还是可以接受啦。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第一个，农委会的补助逐年减少；第二个，厂商必须要负担盈亏。然后呢，所有的内容必须要按照原定的这样来举办。局长，那刚刚讲的，局长，你不满意但能接受，你有没有问问看来参观的人能不能接受？不接受的可以退费吗？我想你怎么有这样的想法呢？你怎么有这样想法？你包括我们台南市议会建设委员会要现场去勘察，你都不愿意让他们进去。我刚刚你们才是骄傲的台南市政府。议员蔡淑慧指出，这次的蓝灯由非专业的厂商办理，但是成败也必须由市府承担。强调用农委会经费来当减少这项理由，来作为这摆电场缺失的借口，是无负责任的做法。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今年台南往来和顺柜第一场活动将伫4月30号登场。这摆结合关庙、三乡、新化、龙家这4区所出产的优质农产品，要来推广给大家认识，带动地方产业。台南生产的往来甲笋会当讲是全国有名，不管是产量也是品质，拢相当的悬。市府为着要推广行销农村产业，举办2016台南凤梨好笋季。推出侪创意优质的产品，无论是往来馒头、笋包、果酱，或者是好食的笋仔餐，全部拢相当吸引人。食上介好的往来，食上介好的竹笋，的确就爱来到台南就对啦吼。那咱县市合并了后咱所办的这个活动，和过去有几项无同款。第一，咱是结合啦，
过去跟他往来办往来嘛，吼，德顺办德顺嘛，啊，咱即摆甲合起来吼，这个美食合起来就往来好顺，啊，往来代表温旺啦，有吉祥的这个吉调，啊，这个好顺啦，吼，好顺利，这嘛是好呢，吼，所以两个加起来吼，哇，食往来，食好顺，这强强滚啦，吼，运气强强滚的吼，不只是好食。对身体健康有帮忙吼，对这个运气嘛真好啦吼，就是往来好顺线。其实咱行销不只是往来本身，嘛毋是行销德顺本身，啊，咱还佫有行销所产生出来一块食品哈衍生品哈。2016台南凤梨好顺子首场活动4月30号伫咧龙家文兴店，5月7号伫咧关庙三西宫，以及5月7号到5月22号伫咧新化大木匠举办凤梨好顺市集。台南市政府欢迎全国的民众拢会当来到台南食往来、食笋啊，体验在地特色。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旗美艺术中心已经是第6档响应台湾世界电梦会123活动，上午除了院长区中庆亲自到场，也有济医生护士，总共800多人参与，同时伫病院大厅设立单位为非洲难民来募款。旗美医疗中心已经第6档响应由世界电梦会发起的饥饿30，参与的人员拢搭上饥饿中爱禁止饮食12点钟。今年初步估计会有800多位的医疗人员参与，这年热烈的响应甲长期的支持，也让旗美得到生命贡献奖的特殊公营。今年已经是第6年，全医院发起，就是说来一起就是饥饿30这样子的 DIY 的活动，他也发起医院的同仁一起来，就是用行动来，就是除了饿肚子之外，除了工作之外还饿肚子，来一起用行动来捐款来支持我们展望会这样子饥饿30的一个活动，来帮助我们国内外有需要的，不管是在天灾或战乱或国内急难的儿童跟家庭的需要上面，所以我们是特别就是感谢奇美医院这样子的付出。世界展望会举办了一个等于是国际支援国际经济弱势的一些国家的小朋友，让他们能够吃得饱，甚至能够上学哈。那奇美医院的员工呢，是对这方面我相信都很热心的，也很热烈的参与了哈。那只要市展会有活动，那有需要奇美的话，他一通知我们这边的。同仁都非常热烈，而且甚至要抽签来参加哈，因为太多了哈。医务携手打击恶梦。大声喊出口号，就是希望邀请更多人做伙来重视粮食分配无平均的问题。除了体验腹肚枵，也会当捐出善款，帮助善者无物件空者的儿童，会当唔免阁受到枵腹肚的痛苦。咱的新闻网站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汽车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每一当4月到6月，正是加拿大龙虾产季，加上台湾人爱食龙虾，嘛，互台南5000间饭店无少成本。伫原本的自助餐饮当中，佮加入6道料理的龙虾食到饱，而且是现点现做，希望满足消费者的口味，同时带动周间餐饮的业绩成长。来自加拿大龙虾一只一只伫铁板顶面淋上特制酱汁，除了凸显原来新鲜的风味，
肥嫩的肉质嘛需要掌握2分钟内放到人客手中，以保持龙虾汤汁。确实，收卖第一天，饭店自助餐就卖出50以上，超过500只龙虾，嘛互多姿赛整个手嫩。那一天的盛况，真的一中午下来的话，就快了300多只了，都一直煎，没有停过。师傅就一直在煎这样子，就完全没有停过这样子。那客人的反应也非常觉得非常好吃。我们这一次首卖南部第一次，然后加拿大龙虾这样子吃起来非常的甜美，也多汁。饭店大手笔伫南部首次推出的龙虾柜，不只要让消费者食到饱，而且一口气佫推出6种料理手法，包括龙虾意大利面、龙虾米寿汤以及纯手工的创意龙虾点心等等，拢是要充分满足人客胃口。业者表示，因去年底地点价万用时阵预定规个货柜量，无惜成本先投资，就希望让南部的消费者有机会品尝，借此带动业绩成长。我们是台湾南部第一家推出龙虾吃到饱的酒店。那我们希望呢，透过这样子优惠的活动呢，给我们的消费者不一样的体验。那我们的销售成绩也非常的好。我们在前天的首卖日那一天呢，我们就已经有大约销售了500多只的龙虾哦。所以说呢，欢迎大家呢这段期间呢都可以来品尝我们的龙虾料理。就在我们的共同市场自助餐厅，每周的礼拜2跟礼拜4，中午跟晚上我们都有供餐。业者打出龙虾食到饱，嘛，互消费者拢来批判，一喙接一喙，认为一只爱500克龙虾，现老啊的只只爱700-800块，真正是不超所谈。听说他们有龙虾的这个吃到饱的这个活动啊，对，然后就赶快约朋友来吃，对。我觉得很鲜甜诶，它那个味道，真的是很棒，对，海鲜的原味非常的鲜甜。对，前一阵子我还突然想到想吃龙虾，结果还不晓得去哪里买啊，刚好今天有这个机会，刚好这样。多一次几只啊？我自己就吃了4个半只嘛，所以应该就是2只。那我们这个加起来大概有，我们5个人大概吃了有没有10几只啦？10几只。物超所值哦。对啊，物超所值啊，很棒啊。看来介食龙虾消费者就要把机会到7月底为止来品尝。台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艺术节国际经典大戏《双城记事》是香港甲台南这2个城市作为主题，描写出外打拼的女子所经历的故事。同时，今日文化局佮加码推出买票看戏，得抽香港来回机票好康。这款的大手笔，嘛是台南局中界首创。你淨係諗下，到咗今時今日，香港人嚟台灣都仲要做入台簽證，你就知啦。2名女子2邊無同款的場景，一個台南，一個香港的故事，結合成這出戲。來自香港的導演余振潮表示，這部戲投入了濟的人力物力，現場也有及時的雙屏轉播，要讓觀眾特殊的體驗。因為這個計劃，我們一開始跟我們的編劇開始說的時候呢，都覺得很大，因為裡面現切的東西很多，因為我們不是單單是一個在舞台上的演出，我們還要現場的轉播，還有之前我們拍一些 MV 微電影的東西，還要在現場裡面播，就是這個是個真的是個跨媒體的一個演出。怎麼跨媒體化呢？我等一下再說。在這裡真的，因為這樣的一個複雜的演出，現在的人力物力都很多。謝謝台南市文化局這樣的一個支持。這屆中華航空也大手筆贈送來回機票2張，後來觀賞這出戲的民眾有機會回往香港。台南其實不大，香港也很小，那台南跟香港之間距離也很短。那我們華航呢，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呢，能夠用我們的服務來串起這兩個城市之間的交流哦。台南藝術節國際經典大戲《雙城記事》，邀請民眾前來體驗這部呈現香港甲台南2種不同款城市景色的大戲。台南新聞王子豪採訪報道。
接下来关心相关的医疗资讯。三叉神经痛发生原因大部分拢是神经受到血管压迫所引起的，因为未少患者是痛伫喙齿花，虽然当作是喙齿痛来求诊。对此，医生建议应该先到齿科确认，排除是喙齿痛的问题，才转到神经科。三叉神经痛是一阵一阵的面部神经痛，一摆大约维持30秒到2分钟左右。这种痛的感觉也有可能因为一寡动作来增加，亲像讲话、食物件，甚至是连吹风、洗面也会感觉痛。神经痛这个不一样，它是整条神经都会产生的疼痛。那它是一般大部分的病人都说他是在被脸在洗脸的时候啊，在吃东西咀嚼的时候，脸碰到那个牙龈啊，那或是甚至吹到风，都可能会引发这个疼痛。那这种标准的疼痛是每次会持续大概30秒到2分钟左右。那一般是有一个刺激的因素，然后病人每次发作的形态都应该很相似。依据这样子的形态来推断它是不是他神经痛这样子。针对药物无法度治疗的三叉神经痛，伫手术的部分有显微血管减压、电脑的放射治疗以及高频热凝烧灼手术。如果药物反应很好的话，当然是以药物控制为主。那如果药物控制不好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几种治疗哈。当然，各位之前在这边也提过是那个电脑刀啊、开颅手术，然后我们还有那个高频热凝哦。高频热凝这个相对是一个比较早期的做法了哈。那后来大家不用是因为它中间的过程是比较不舒服。那我们这几年哈，根据这些治疗流程做这些修正，其实病患满意度就是治疗过程中其实大家不太会不舒服，然后效果都还蛮不错的。医师指出，有未少的病患一开始拢将三叉神经痛当作是一般的喙齿痛，所以伊建议民众应该先到齿科确认，排除是喙齿痛的问题，再转到神经科诊断。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天气湿热，人就容易流汗、有臭汗、生病，有人甚至需要看医生来寻求解决。对此，基于病院所推出一项令微波热能的手术，除了无侵入性，唔免开刀，而且复原更紧，所以病人满意度拢真高，只是需要自费。多汗症病人流汗的量是一般人的5倍，而且佫容易出现臭汗酸味。传统手术犹原有真侪缺点，亲像刮除术，好发的几率真高，而交感神经切除，这是会出现代偿性的镜头，因此微波热能腋下除汗术就会当避免这寡问题。微波热能除汗哈，那跟传统的不一样，它是不用开刀，不用打开伤口，那就是局部打麻药，然后就用这个微波把它加热，然后破坏我们的汗腺、大汗腺跟小汗腺。那所以它的相对的，它的恢复期是比较快的，当天就可以洗澡，然后日常生活都不受明显的影响。这项微波热能术属于永久非侵入性治疗，复原速度紧，目前只适合用伫腋下除汗，主要针对家族遗传造成的原发性多汗症病患。它适合的大概就是原发性的多汗症哈，那另外就是说有异味的哈，腋下狐臭的这些患者啊，那大部分。像狐臭是因为大汗腺那边问题啊，所以在狐臭的方面效果还蛮不错的哈。基于病院一当原来使用微波热能腋下除汗术，替超过64位病患进行治疗，病人满意度达到7成到9成，而该项手术必须自行负担费用。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比如的记者伫台湾非常普遍，发现位置包括药剂、膀胱、甲尿道等等。医生表示，虽然细粒的结石会当自行排除，不过若伤过大，就需要手术治疗。同时建议病人爱对饮食、运动、甲放尿习惯来预防结石。一位82岁的男性患者，因为放尿困难、频尿加血尿的问题，到泌尿科检查，结果发现膀胱内有6粒石头，输尿管内底也有真侪粒大大小小的结石。原本采用雷射治疗，但因为结石伤大，所以后来改采用开刀的方式，将结石摕出来。这个病人他其实是，他的攝護腺，他的过度的增生啊，往膀胱里面长得非常的巨大，使得他的尿液都解不干净啊。那久而久之，这石头在膀胱里面越长越大，而导致石头又大又多。
那吃头又大又多的话，相对又会使得它的膀胱解得更不干净。所以这是有互相的关系。当然，第一个就是想办法要把它的结石先拿掉。那拿掉的方法，一般来讲是用内视镜去处理。那可是内视镜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病人我们用传统开刀的方式，把这么大的结石把它取出来。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要帮助他把尿液解得更顺畅一点。那所以我们目前呢是先用药物帮助他的攝護腺萎缩让我们的尿道压力变小，使得他尿液解得更顺畅。那尿液解得顺畅之后，攝護腺这个地方处理完了，膀胱的这些尿液的滞留的量变少的结石这个问题就比较能够比较容易克服这样子。医师提醒，预防泌尿道结石的方法，就是加啉水加饮食控制。火锅也就是含有草酸的食物，亲像咖啡、坚果、巧克力等等的食物，拢爱适量，才袂容易产生结石。等新闻记者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这份天气，温度25度到30度，落雨记录2成，海面边境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7级。感谢收看4月28日中港台电新闻，咱再会。